大大的巷仔鸟伫门口迎宾，2024台湾文博会头摆来到台南，市府文化局规划雷神地概念展区，其中321项以未考的必修课为主轴，发展多元展览空间。因为咱台南人，咱的身份证开头是 D， D 搁加一个冒号，迄就是咱即马网络时代的表情符号。这回雷神地，咱伫个文博会，咱就甲这个321聚落重新开箱，变成一间又一间好玩的教室。今日家政教室其实就是复古的乡南理发厅、保健中心致敬关仔岭温泉，打造创意温泉。自然教室以台南出名的兰花做艺术创作。另外，2002-24班透过当代的声音地景，让大家认捌历史甲文化。那主要就是带领各位观众可以是去来体验声音如何去采集，如何去聆听，那甚至是发现，在我们这个城市有哪些声音正在消失。过去香兰男子电棒烫曾经是进入在321项艺术聚落的一个品牌，能够让他们在这里再现他们的品牌历程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。人文实验室当中展现出生活当中的信仰，甲匠心之道的传统工艺。美术教室是郭碧川老师的画作，户外教学小介王秀莲的建筑作品。教师室是南医甲翰林两间出版社所展示的教育历史。虽然空间不大，可是我们展现出来是从有70年的那个时间，我们把我们的教材也好，我们的产品也好，我们的服务也好，都已经要呈现出来。今年是台南400当中16年24班，是以 AI 伫现场邀请观众斗阵思考，若是17世纪伫台南的历史事件发生改变，对台湾甲世界影响。很开心，他把台湾的历史教室用一个非常生动、活泼、生活化的方式做呈现。今年一定造成大轰动，我告诉你，其实你不来你会后悔，来的绝对值回票价。真的是欢迎大家来到文博会，把规座城市变成大型的学校，早工的展期，佮配合着相关活动，要让大家伫暗时啊细细的爽爽的感受创意甲设计的文化力量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